各位大家好，我今日就會讀出刊登於《公主日記》梅格卡波著，有子譯，賣座電影《麻雀變公主》原著小說。9月27號星期六，琴晚媽咪到我返屋企嘅時候，我已經瞓咗啦。我盡可能硬撐，因為我想知道約會嘅經過，但我諗到呢啲亂七八糟嘅念頭已經先好壓垮咗啦。所以直到今日早上入廚房餵阿肥路易之前，我根本冇機會問佢。媽咪已經醒咗，但係好詭異啊，因為佢通常呢比我係遲起身。我係青少年㗎嘛，我先係嗰個應該一日瞓到死嘅人。但係自從佢上一個男朋友變心支持共和黨之後，媽咪着實地沮喪咗好一陣子。總之而家佢正哼着歌做鬆餅。當我睇見佢咁樣咁開心喺廚房忙呢忙路，而且係準備素食餐點嘅時候，差點震驚到死。我諗佢都玩得好開心，佢哋上咗蒙地餐廳食飯都唔錯啊，吉老師。然後沿着西村散步，最後去咗一間酒吧後院露天座，坐到凌晨2點純傾偈。我有啲懶到再探聽佢哋到底有冇接吻，特別係各種舌吻變化型。但係我媽咪只係不停咁微笑，一臉難為情嘅樣，核突到死。佢哋呢個禮拜仲要約出去㗎。假如咁樣讓媽咪開心嘅，事實我都唔介意嘅。今日妮妮喺佢嘅電視秀《妮妮講真話》裏面，把《暗夜叢林》呢部電影冷嘲熱諷一次。《暗夜叢林》講嘅係幾個小朋友跑入樹林裏面嗰度揾布萊爾女巫，然後一齊失蹤嘅故事。搜救人員只係揾到幾卷膠片同埋一啲小樹枝。妮妮把片名改為成綠色女巫，佢打算帶手機攝影去華盛頓花園廣場，拍低每一位上前問我哋知唔知道點樣去綠色女巫村嘅觀光客。反正只要有觀光客上前問我哋應該點樣去綠色女巫村，我哋就立即尖叫，而且倉皇逃開。妮妮講呢種行為最終結局就好似一堆提供免費轉乘嘅都市卡一樣。佢認為表演結束後，大家就會以不同嘅態度思考都市卡嘅意義。我講我哋都冇一個貨真價實嘅女巫嚟演，實在太可惜啦。我覺得可以揾拉娜凡伯格嚟扮演女巫，但係妮妮講咁樣佢會淹沒呢個角色，亦都一直淹沒落去。再加上仲係忍受着佢一整日，宣武願意人咁樣犧牲啦。就算佢點頭，一諗到我哋兩個係全校最唔受歡迎嘅女生，佢大概都唔願意去承受俾人哋睇見我哋混在一起呢種有辱明星嘅事。但妮妮仍然相當自負，雖然呢個節目喺公眾頻道播放，佢仍然迫不及待捉住呢個機會全力以赴。今日嘅拍攝工作結束後，我哋睇見看不見先生正越過布克尼街，佢又捉到一個倒霉鬼。呢日天真嘅德國觀光客完全唔知道佢哋嚟到街頭，呢個體面嘅盲人會偷摸佢，然後假裝唔係故意。我真係幸運啦，唯一摸過我嘅人，不管摸唔摸到嘢啦，係個盲嘅。妮妮講佢要去第6分局舉報呢件事，講到佢一副好警察咁。佢哋應該仲有更重要嘅事業擔心，比如就好似捉殺人犯嗰種。代辦事項買紗箱，確定老媽寄出房租嘅支票，停止講大話，擬定英文報告大綱，去攞洗衣店嘅衫，唔好再諗喬許里奇特。9月28日星期五，今日爸爸又打電話嚟，今次媽咪真係喺畫室嗰度，所以我同佢琴晚自己對爸爸講嘅大話感覺好差，結果都係冇同佢講吉老師嘅事。佢嘅聲音好怪，因為最後我咁講：爸爸，祖母係咪過世啊？佢嚇咗一跳，冇啊，麥啊，你點解會咁諗啊？於是我講：你嘅聲音聽起嚟好古怪啊，因為佢嘅回答係：我唔係好奇怪啫。先怪啊！你嗰把聲真係好怪啊！但係我決定都放佢一馬啦，轉而同佢講下冰島嘅事，因為世界文化史正好上到冰島。冰島係全世界識字率最高嘅國家，因為除咗讀書，佢哋冇咩好做㗎啦。佢哋擁有好多天然溫泉，每個人都可以去溫泉游泳。有一次，某個歌劇團去到冰島公演，結果每一場票都賣光，觀眾出席率達到98%以上。大家都聽得到戲劇裏嘅所有台詞，成日就跟着佢哋哼哼唱歌。
我希望將來有一日都可以去到冰島嗰個地方，聽起嚟真係唔錯，至少比曼克頓好玩得多。呢度嘅人成日都話對呢度嘅人常常冇嚟就由對你吐口水，但係爸爸講對冰島好似冇乜印象。我都係諗，因為同冰島比起嚟，其他國家睇起嚟都好爛。爸爸住嗰個國家少得不得了。假如歌劇團去嗰度啊，全國大概有80%嘅人真係會買飛入場。如果真係一件好值得驕傲嘅事。我只係同爸爸分享嘅資訊，因為佢係搞政治，我覺得呢啲東西呢可以提供更多點，但係佢諗辦法把吉洛維亞佢住嘅地方建設得更好。可是我想吉洛維亞已經夠好㗎啦，佢哋輸入最多嘅就係觀光客。我之所以知道咁樣，係因為7年級嘅時候曾經做過一份簡要介紹歐洲各國嘅報告。吉洛維亞就好似迪士尼樂園一樣。觀光係佢哋最主要嘅收入來源，亦都大概係吉洛維亞人不必繳稅嘅原因，因為政府已經有足夠嘅錢啦。呢一種政治體叫公國。摩洛哥同埋吉洛維亞係全球唯二兩個公國。爸爸講我哋喺摩洛哥有好多親戚，但係直到目前為止我都冇見過任何一個人，甚至連祖母嗰邊嘅親戚都冇見過。我同爸爸講，明年夏天，與其咁繼續等祖母法國城堡，假如倒不如走一趟冰島，而且我哋勢必得讓祖母留喺美哈尼亞克，因為佢鐵定會討厭冰島，佢討厭所有冇辦法調出一杯完美嘅加刮機車嘅地方，所以佢一日24小時最愛飲嘅飲品。但爸爸只係講我哋第日再傾啦，然後就收線啦。媽咪對爸爸嘅睇法真係極啱啊！絕對值，數線上任何數字與零之間嘅距離，行為正直。全文完，各位晚安。